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罢韩联署第2阶段过关。高雄市长韩国瑜今仔日委托高雄市新闻局的前局长王千秋甲律师去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送诉状，要求停止罢免案。讲韩国瑜就任还未满1年咧，就来罢韩，这无符合着选罢法的规定。这个罢韩团体发起人尹理是批评韩国瑜跋输叫冰岛。王千秋甲呛回去，讲罢韩的团体才是跋歹叫。很明显的，就是韩国瑜就跋叫、跋麻将、跋输咧冰岛啦，完全没有民主的一个精神。罢韩团体开记者会，原来是韩国瑜出手反制，委任高雄市前新闻局长王千秋，甲律师做提起行政诉讼，申请停止罢免。昨天有37万，将近38万所谓的2阶联署的罢免提议书。在不满1年的时候，但是其他反对的团体在做什么？是不断的在扯后腿。批评韩国瑜轻视罢免的民意，第2阶段过关才想要反制。韩国瑜的定义是提出，韩国瑜就任较无1年就罢韩，无符合选罢法的规定。利益在斗争的公民团体就是说，哎呀，这好像是这个赌输了，然后就来翻桌子。我不客气的讲，我看他们恐怕才是跋歹叫。提出行政诉讼停止执行申请状，高雄市前新闻局长王千秋甲律师做伙出面，表示讲罢免案要伫公职人员就职满1冬才使提出，不过罢韩团体却伫韩国瑜就职满1年的过程中，就送3万份的联署书，明显头家部嘛认讲违反选罢法相关的规定，将会拍行政诉讼，并且申请停止执行。不过这款的数字已经创下地方自治史上头一个直辖市长被罢免的案例，嘛看会出来民意支持度的变化。